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先甲咱讲新年恭喜。咱一日有24点钟，一日的确有结束的时刻。咱一冬有365日，嘛有结束的时刻。咱这一生有人长有人短，总是咱知咱的一生嘛有结束的时阵。毋也是安尼，圣经甲咱讲，万物有伊的结局，上时即个结局也已经近啦。德国人有一句话不只有意思，伊安尼讲：结局若好，一切就好。咱的时阵讲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总是你嘛爱有好的结局，若无你成功一半，最后嘛是算失败。如果咱的结局若好，那安尼过去咱伫落你个过程中间，无论安怎辛苦，无论安怎艰难，咱拢会通忍受。上时回头去家看的时阵，咱会通用微笑来看咱的过去，甚至咱会发现一切过去咱掠做对咱无有帮助的，对咱是伤害的，结果伊是拢对咱有帮助、有利益。反倒转来讲，若是咱的结局无好，那安尼，咱所有的努力、所有的拍拼，到伫落尾，敢若一场的空。有人讲，少年得得志，中年人非常的顺利，总是食老变老翻颠。那安尼，这是人生正大不幸。咱的主常常提醒咱一句话讲：人就是趁着全世界，却赔掉家己的性命。有啥物款的利益？兄弟姊妹，你今年趁着啥物货？你的一生到伫即个时阵，你趁着啥物货？你会通有把握？你的结局是好的吗？你会通对着你的过去微微啊笑吗？当亲爱兄弟姊妹，今年就要结束了。当你行到伫今年的结局的时阵，你安怎来看？你今年所度过的日子，经过今年的结束，你愿望你的明年会安怎新的一冬？有一日，你嘛会行到伫你人生的终局，但你要对倒哪去？搁再讲，当万物的结局真正临到的时阵，迄个时你要安怎？但万物有一个终局，这毋乃是圣经在讲，连科学家嘛安尼讲，有一寡科学家认为讲，咱即个宇宙是不断咧扩大、不断咧膨胀，总是万有引力的影响下面，迄个膨胀的宇宙会慢慢速度降低，上时慢慢咧收缩，慢慢愈收愈小、愈收愈小，最后就放弃。到迄个时阵，宇宙就结束。总是有一寡科学家认为，宇宙会继续膨胀，最后星甲星中间的距离愈来愈远，宇宙的物质变成做一种非常微细的质子，甲着氢子这种非常稀薄的气体。那迄个时阵，太空是一片的黑暗，宇宙虽然无结束，但是所有的能量、所有的力量已经拢无啊，所有留落来是这个辐射的遗迹。所以最后终局犹原是一个死去的时空。这个宇宙对咱来讲上过大，甲咱密切有关联的是咱的地球。咱就甲咱非常有密切的关联的地球来讲，地球是毋是有一天也会无去？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有一个刊物内面咧讲到一个代志，伊讲根据最新的研究，气候变迁。全球暖化的问题犹原继续咧发生，最后会导致叫做气候的终极 （climate endgame）。当迄个时阵到的时阵，启示录内面所有人，迄个四个骑士，一个骑白马，一个骑红马，一个骑黑马，一个骑灰色的马。骑白马的代表瘟疫甲各种的病痛，骑红马的代表战争。骑黑马代表饥荒，骑灰色的马代表死亡。
当全球暖化这个问题无解决的时阵，会通预测，就是这会战争、这会饥荒、这会瘟疫、这会病痛，甲着死亡，的确会临到，上时最后造成整个全球的毁灭，人类的毁灭。有人会讲，咱的科学真进步啊，咱进步到有 AI， 所以咱唔免烦恼，因为科学会拯救咱。特别是咱即马 AI 人工的智慧系统愈来愈强大，这个运算的速度愈来愈紧，每10档会通进步100万倍，所以咱会通倚靠这种 AI 的技术来解决这的问题。总是咱会通看去，就是人的心并无因为科学的进步愈来愈好，反倒当咱看去人的心愈来愈歹。尤其是咱常常会讲白贼、诈骗愈来愈严重。AI 甚至会通模拟你的声音，用你面部的表情、讲话嘴型，像是伫瞬间中间，将你所讲的语言，甲转变另外一种的语言。譬如讲，你这个时阵讲中文，伊会通马上甲你转变做英文。所以拍算已经有人看到，你伫荧幕顶悬看到川普伊咧讲中文。你唔感觉奇怪，因为 AI 有这种的能力 ，AI 这种模仿的能力会通制作虚假人，同时控制这个虚假人来散布虚假消息，和整个人类的社会陷入伫虚假诈骗的内面。这种失控的 AI 的智慧，对着人类的生存有正大的威胁，所以未少这 AI 这专家因意识到这个危机。所以，因创造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做 AI Apocalypse。咱原本是这个 Apocalypse， 就是讲世界末日，也是天启。应该讲 AI Apocalypse， 就是讲 AI 的世界带来世界末日。但这个 AI 带来世界末日几率有偌悬，有偌大？有人讲只有5%，总是有人讲20%，有人讲50%，甚至有人讲90%。换一句话讲，包括这个介先进、这个技术，未通保证咱这个世界无一个末日。但圣经毋也是甲咱讲万物的结局近啦，上是佮甲咱讲，你着注意，因为一寡兆头要提醒你，这个万物的结局已经近啦。第一个兆头就是关于以色列的复国。先知以西结当这百姓互人掠去到伫巴比伦的时阵。以色列人认为讲，因已经完全无有五望的时阵，先知伫迄个所在做一个预言。这个预言记载伫以西结书第37章，安尼讲：这个死人骨头，就是以色列全家。看，这以色列人要讲，阮的骨头拢已经高达，阮的五望已经拢失望，阮一尽被造灭。总是主要话要安尼讲：我的百姓啊，看，我要开恁的梦。要互恁对恁的梦搁再起来，要带恁进入以色列地。我要取以色列族对因到所去逐个所在、逐个国度，然后要将因对四围搁甲因组织倒来，互因倒来到伫因的本所在。我也要互因倒来到这块地，然后伫以色列山成做一个百姓。先知撒迦利亚也续接这个预言，安尼讲。我要互耶路撒冷伫万百姓中间，成做一块震动的石头，既然要压抑的人会受到重伤。地面上的万般拢要来攻击伊，总是袂通看赢伊。1948年5月，以色列亡国将近2000冬，无人认为有可能，总是亡国将近2000冬了后，以色列悠然复国。上时，伊复国了后，马上有5届中东的战争。阿拉伯的国家想要将伊消灭，总是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，无法度消灭伊，家己本身受到重伤。所以有人讲，以色列复国，这是一个真清楚的一个记号，一个兆头。除了这以外，耶稣讲到世界末日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，末日要到。有人要假冒我的名，讲我就是基督，迄个时要迷惑侪人。保罗先生嘛安尼教示咱讲，有人讲主的已经到了，总是恁唔通心内摇动，
也毋免惊吓。恁着爱无受人的引诱，因为迄日要到进前，的确有济济背教的事出现。迄个大歹的人，伊要出现；迄个沉闷的人，伊要出现。事实上，伫过去每一个世代，拢有出现所谓的假基督、假先知。到伫21世纪的今仔日，比以前搁较济，无较少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全世界内面，即个异端的组织有3300个，信徒有几千万人。伫美国就有1000个，伫欧洲有差不多嘛100几个啊。英国有604个，法国有173个，西班牙有200个。这个异端的组织用着基督的名，伫这个所在咧宣扬因的教义。这个教义也已经进入到伫亚洲、非洲、列丁美洲。1990年，中国、荷兰有出现一个异端的宗教，叫做东方神教。一个30几岁未婚的女子，伊家己称讲：“我就是女基督，我是全能神。”对咱来看，这是真不可思议一种的宗教，总是东方闪电伫中国非常的流行。像是到伫亚洲一个国家咧流传，包括伫台湾，包括我伫服务的中原大学，常常要去坐火车的时阵，拢有看到因伫迄个所在咧分这个宣传物。这个嘛是一个真清楚的调头，有假基督、假先知要出现，像是愈来愈多。除了这以外，耶稣佫讲，佮你要听去高震甲高震的风声，你无得惊。因为这个事的确要有，总是末期也未到。因为百姓要起来攻击百姓，国也要起来攻击国。逐所在有地动有饥荒，这是末日的一个起源。咱看起世界上常常有战争，现主是咱的世界中间，俄罗斯甲这个乌克兰的战争，咱看到以色列甲着哈马斯的战争。咱看起南国这个南韩甲北韩长期的对立，咱看起咱台湾迄个岛屿所存在的危机，也阁有中国甲着四周围这国家，包括缅甸、越南、印度、菲律宾等等这国家，常常有发现这个军事的冲突，随时擦枪走火，拢有可能爆发第三届的战争。这嘛是一个真清楚的调头。世界战争若发生的时阵，拍算就是世界末日。除了这以外，咱看起也有另外一个调头，就是教会受到迫害。耶稣讲，这代志进前，人要抓手来下手来抓恁，要捆住恁，要将恁送去到伫监牢内面，要定恁的罪。对初代教会到现主时，教会一直拢有受到迫害。根据2023年，今年度有一个叫做全球守望因的观察，甲着因的统计，到目前为止，全世界有200几个国家，其中有50个国家因咧迫害教会。第一名的就是北韩，第二名的是索马里，第三名的是也门。伫这迫害国家中间，中国嘛算在内，中国排名第16。咱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，迫害基督教不遗余力。过去2冬久，因拢总关7000间的教会。上时因阁有一个新的倾向，就是爱要求教会得爱拥护中国的共产党，得爱崇拜习近平。伫几年前，伫10所在咧拆教会的十字架，今年度开始。禁止人庆祝圣诞节。2023年，照着咱拄则所讲，全球守望伊的统计，拢总有3.6亿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缘故受到迫害，拢总有124000人因为信仰缘故被逼离开因的家园，其中有15000人已经成做难民。有超过5621个基督徒因为因的信仰受害，伫2023年，有2000几座的教堂受到攻击，也是受到关门，有4542名的基督徒被关伫监牢内底。
你感觉遮拢无发生，因为你伫美国，你若伫济个国家中间，你会发现即种的迫害，不管时拢会出现。全世界的基督徒中间，7个基督徒就有1个人要受到迫害。伫非洲是5个人，其中有1个人会受到迫害。伫亚洲搁较严重，5个人中间就有2个人受到迫害。兄弟姊妹，咱伫美国，咱会通过一个宗教自由的生活，总是毋通袂记住，咱有咱的兄弟、咱的姊妹，因伫受苦。这是一个调头，就是末日的时阵，教会会受迫害。总是也阁有一个好的现象，就是末日的时阵，福音要传遍伫天下。耶稣讲，天国福音要传遍伫天下，对万百姓来做见证。那安尼，这个末期才会到。但现主是福音，通讲已经真正传遍到伫天下。人造卫星每一日对地球的这边到地球的另外一边，传送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，伫每一个咱讲电子的产品中间，无线的信息会当将耶稣基督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更重要就是圣经，无同款的语言的圣经的翻译愈来愈多。伫1600年的时阵，当初时圣经的翻译只有36种的语言。总是到伫公元2000年的时阵，已经有2800种的语言圣经的翻译。咱有机会应该到伫圣经博物馆，通看所有即个圣经无同款语言的翻译，才会记录。但这个调头愈来愈明显，要互咱知，圣经甲咱讲，当你看起这调头的时阵，你就知万灭的结局真正要近咯。不过，圣经也明明甲咱讲。咱毋通去猜测是伫倒一冬、倒一年、倒一日、倒一个时辰，因为迄个时、迄个日，毋是咱会通知影，只有被上帝的权。咱若要去猜测迄个日，咱就是咧欠权。总是圣经甲咱教示，莫去猜测，总是咱爱做好的准备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特别教示咱面对所有的终局，你个人生命终局。万灭的终局，你应该做什么款的准备？咱通对3个角度来讲到，咱应该做什么款的准备？第一是对你家己本身的要求；第二是你甲其他人中间的关系的互动；第三是你安怎面对上帝。使徒彼得伫这段经文中间甲咱讲，万灭的终局到了，所以你着自在，着节制来祈祷。中文的圣经是该翻做，你得爱谨慎，你得爱自守自守谨慎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讲话、你做代志，拢得爱细腻，拢得爱慎重，特别拢得爱诚实，爱遵照真理来行。节制也是自守、自守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你得爱守你的嘴，得爱守你的心。你所讲的话。无论是用仔话，也是什么款的话，伫审判日，你所讲话拢要定理。你若讲的是好话，要定理做义；你若所讲的是歹话，要定理有罪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，爱学习一项事，常常得爱保守你的嘴，无讲白贼的话，无讲恶毒的话，无讲亵渎的话，无讲互人绊倒的话。总是咱若要守咱的嘴，咱着爱。守咱的心，耶稣甲咱讲，咱嘴所讲的话，实际上拢是对咱的心所发出。所以，若咱的心有歹的念头，有凶恶，有奸淫，有私通，有饕餮，有懒散，有诽谤，这个歹物件时阵，咱会对咱的嘴来发出，然后这个会得罪上帝，也会得罪人。所以，要守你的嘴，你得守你的心。箴言第4章23节讲了非常的好。你着保守你的心，较赢保守一切，因为你一生所有的果效是对你的心所来发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安怎面对终局？咱来通时时保持咱的心灵的清气，远离罪恶的污染，保守咱的心谦卑，唔通陷落伫骄傲，保守咱的心志意伫追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，
无简单咧追求金钱的财富、金钱的挂虑。那安尼，咱的心保持一个敬畏上帝的心、疼上帝的心，这就是咱盖好面对终局的一个态度。但要保守咱的嘴，要保守咱的心，盖好的操练就是常常祈祷。耶稣讲，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，连天顶的使者嘛毋知，就是人子嘛毋知，只有爸知尔。所以，因为拢毋知，所以你爱做这事，就是爱谨慎祈祷。谨慎祈祷会通保守你的嘴，也通保守你的心，也通保守你闪避将来一切的灾祸，上时会通徛立伫人子的面前。这是第一项，咱面对终局的时阵，咱对着咱家己本身应该有一种的态度，一种的要求。第二，咱对着其他的人，应该伫做什么代志？而且彼得讲，恁着切切相听。汉文的圣经是翻译讲，你们要切实的相爱。这个切切也是讲切实，意思就是讲坚持到底，将你的疼坚持到底，唔当干那疼一半。迄个通互咱赢过这个世间罪恶的，就是疼。迄个通互所有万物拢消失，到伫落尾永远会通保留落来，就是疼。人难免会犯罪。人难免会有过失，罪会引来搁较侪的罪，总是疼的赦免会通掠走侪的罪。咱有罪，总是因为上帝有疼的赦免，所以咱的罪受到掠走。上帝赦免咱，嘛要求咱讲，恁着爱彼此了赦，因为这种彼此了赦，较会通阻止罪进一步这种的生团。咱掠走侪罪，毋是讲互遮个罪视而不见，看去当作无看去，嘛毋是纵容即个罪继续伫生团，毋是。咱掠走遮个罪，是咱用真实、坚定的疼到底底，即种的疼来赦免人对着你所犯的罪，来赦免人对着你所做的过失，来医治迄个罪所留落来侪的伤痕，来消除罪遮个遗毒。然后来起造人甲人中间美好关系，特别教会内底切切相听，无比这个搁较要紧的。兄弟姊妹，若是你的心内对着咱其中某每一个兄弟、某每一个姊妹，你认为有做啥物款代志得罪着你，主对你的要求是一个，你着赦免伊。伫主的听内面，彼此来赦免。兄弟姊妹，若有过错，咱毋是一味要指责伊，咱毋是一直藏伫咱的心内，伫遐咧怨恨伊。咱爱做的一项事，就是用坚定、确实的疼到底这种的疼来款待伊。彼得伫这所在特别讲，要切实相疼，毋通闹念。闹念这三字，我感觉翻了足好的，因为听到咧抱怨的时阵，就是咧闹念。有人讲拗念、乌白念，兄弟姊妹，互咱毋通陷入这种闹念、发怨言这种的态度。咱若有咧对着什么人，伊对着咱的毋对，咱若是心内也有怨气，也阁有侪不好的所在，请听主对你讲的话，毋是牧师对你讲的话，是主对你讲的话。恁着切实相听，恁着用听来彼此赦免。有赦免，这间教会才有光芒；无有赦免，这间教会永远伫分裂。咱若要是真疼，咱就常常祈祷，因为伫祈祷中间，咱的内心的怨恨才会通得到讨放。伫祈祷中间，咱所讲的语言，毋是闹念，引来搁较侪对敌这种的怨言。伫咱祈祷中间，咱将咱心内所讲袂出的吐气，咱将咱心内所受的伤害。互主来亲自来医治，咱就通经过这个医治了后，咱的嘴会通讲出医治人、常时造就人的好话。这是咱对着别人、对着咱的兄弟、对着咱的姊妹、对着咱厝内底的兄弟姊妹、对着咱的亲人、对着咱的朋友，咱应该爱做这样事。面对终局来临的时阵，只有一样要紧的代志，彼得伫这个所在讲，第一要紧的代志。就是爱彼此相听，切切相听。那第三项
咱对着上帝应该什么款的态度？彼得伫这个所在讲，你着做上帝百般温顺的好管家。每一人拢有温顺，有人温顺大，有人温顺小，有人温顺济，有人温顺较少。总是所有温顺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为着上帝的家来侍奉，诚做侍奉的器具。温顺毋是要互你用来炫耀自己的工具，温顺毋是要互你摕来娱乐自己的玩具，伊是一个器具，毋是工具，毋是玩具。当咱用咱的温顺来服侍上帝，彼此相服侍来荣耀上帝时阵，咱就会通将咱这个温顺，诚做荣光上帝的一个器具。通过彼此服侍来荣耀上帝，互上帝伫凡事顶悬，因为耶稣基督得到荣耀。这是咱安怎善待咱的温顺的态度。要做一个好的管家，忠实来侍奉，就无偷摕主人的财物。上帝若互你较济，你就爱奉献较济。你毋通上帝互你遮济，你拢毋甘奉献，你就说你偷摕上帝的钱。你若偷摕别人的钱，这个地面上的官府有愿会治你的罪，何况你偷摕上帝的钱？毋通偷摕上帝的荣耀，一切荣耀就归乎上帝。毋通人咧学你的时阵，你讲无影啦，无嘛是袂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毋通偷摕上帝荣耀，就将一切好荣耀归乎上帝。咱就照上帝对着咱的心意来照顾上帝的家，互上帝的家井然有序、和谐兴旺。这是咱应该做一个上帝的萝卜应该做的代志。但兄弟姊妹，这是彼得，伊咧讲咱面对万米的终局的时阵，咱对咱家己应该做什么代志？咱对其他兄弟姊妹应该做什么代志？咱对着上帝应该有什么款的态度？这三项代志就敢若亲像一支的锁匙，这支锁匙会通帮助咱，当咱面对咱家己的人生的终局，面对万米的终局突然临到的时阵，咱袂惊吓，咱袂不知所措，咱知影咱着做什么代志，然后这支锁匙会通帮助咱拍开上帝国的大门，互咱通往新的生命，通往新的天。新的地，有一个青年人，伊名叫做阿明啊，伊住伫一栋50楼的即个顶楼的所在，迄个所在视野非常的好，有水的美观，景观通看。有一日，伊邀请伊一个好朋友叫做阿娇啊，要到伊所住的所在食暗顿，食了后通好看夜景，所以两个人就相约5点半下班了来见面。然后同齐去超级市场买一寡菜，要来做暗顿。6点的时阵，就到伫大楼门口。到伫大楼门口上面乌去，因为大楼管理员讲今仔停电。停电，伊住50楼的，两人要安怎？讲不要紧，咱个少年，咱爬起哩，就彼此鼓舞，然后开始爬，爬到20楼的时阵，真忝，休困一下，休困一下。休困几分钟了后，讲无继续爬，无伫中远嘛毋对，就继续爬，继续爬。一面爬的时阵，就咧讲最近选举的代志，因已经决定要选啥物人啊，然后继续爬，继续爬到第30楼，真正是真忝。然后搁休困一下，讲无咱已经决定要选啥物人，无安尼好啦，咱开始来唱歌，明就唱一条歌，唱了后就叫鸟啊叫来唱一条歌。伊笑一条，了后就搁笑一条，安尼爬到45楼，真正是鼻皮喘，不过剩5楼尔，喙齿紧加咧嘛爱爬到顶悬，然后两个人互相鼓励，总算爬到50楼，爬到50楼，到伫厝的门口，哇，拢轻松落来，足欢喜的。忽然间，阿明大声讲一句：嗨呀！我的锁匙放伫公司，千辛万苦爬到最后1楼，倒去到伫厝里却无锁匙通入去。如果咱的人生是安尼，敢毋是非常的悲惨？拍拼规世人，努力积聚济，才会金钱，才会财富，
总是到伫你人生终局的时阵，迄是终局临到的时阵，有一个门伫迄个所在，你知影拍开即个门，会通到伫新的天、新的地。拍开即个门，你会通伫内面得到真正的安息。总是你无锁匙通入去。即款的人生，敢会非常的冤枉？即款的人生，敢会非常的可惜？辛辛苦苦拍拼，到伫落尾，最后的终局的时阵，你失了你家己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的确有一个终局，这点你我拢非常的确定。总是这个结局什么时阵临到，无人会通决定。虽望是安尼，咱会通伫这个结局要临到进前，已经准备好一支锁匙，通好互咱行到伫人生终局的时阵，也是这个终局突然间临到的时阵，咱毋免烦恼，毋免惊吓，因为圣经已经教示咱有一支锁匙，通进入到伫悲上的一处。兄弟姊妹，使徒彼得指示咱万米的终局要近啊！伊也指示咱有一支锁匙，会通帮助咱进入到伫上帝国度，会通坦然无惊，徛起伫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徛起伫天父上帝面前。但这支永生的锁匙，会通互你拍开上帝国的门的锁匙，就是你得爱自在节制来祈祷，你得爱切切三听，你得爱做上帝好你温顺的好管家。你若无咧服侍，你得爱知，上帝有一天会面对你，伊将这温顺互你，你无好好服侍伊。兄弟姊妹，爱放这个伫你的心内，上帝互你温顺，你无服侍伊，这是真大的代志。你是毋是将这支锁匙放伫你的身躯边，也是你已经将这支锁匙放落伫另外一个所在？伫今仔日咱的圣歌伫所吟的诗，所有美善的力量，台语改翻做所有美好力量，这是出名的一个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伊所写的诗。潘霍华根据伫基督教信仰的良心，反对当初时德国纳粹希特勒的政权，伊起来反抗。1943年，伊被掠关伫监牢内底。1944年12月初9，伊写这首的诗，送互伊的未婚妻，送互伊的老母，送互伊厝内底兄弟姊妹，做因圣诞节的一个礼物。伫这首的诗最后的一个副歌的所在，是不止感动人的歌词。伊安尼讲：所有美善的力量，奇妙来掠夺，阮坚信一切将来毋望。上帝甲咱三角地地，无论是早起时，无论是暗暝，要帮助咱会通进入新的一天。潘霍华伫写这首诗的时阵，伊已经知影，伊随时有可能会互人处死刑。总是伊心内无挂碍，伊心内无惊吓，因为伊早伫伊心就有这支的锁匙。伊知影，当伊人生的终局来临的时阵，伊要对倒落去。伊对着耶稣基督坚定的信仰，互伊随往关伫监牢内底，总是深信一项事，就是对上帝来遐个美好良善的力量，围绕伫伊的四周围，奇妙安慰伊的每一天，奇妙保守伊经过每一天。伊也深深期待写这首的诗，要互伊的亲人，也恳求上帝。所有美好良善的力量，帮助因会通度过每一天，进入新的一天。1945年4月初9，潘霍华被人处死刑。临死进前，伊安尼讲：，伫人来看，这是一个结局；对我来讲，这是生命的开始。奥特曼。一个煞接伊落尾一个德国的神学家，伊讲了非常好。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本质，基督教的信仰是伫结局的所在咧敲找新的开始。所以，基督教信仰真正咧追求的是开始，毋是结局。伫结局中间敲找新的开始，是伫耶稣基督内面。对结局会通找到新的开始，有一支的锁匙，这个锁匙。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交互咱，
打兄弟姊妹，你的手是毋是有即支锁匙？咱阁无几点钟，咱就要过完2023年。打兄弟姊妹，2024年，你是毋是有一支锁匙要拍开即个新的年，通好互你经验上帝新的恩典伫你的生命中间？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保守带领阮经过一长久的时间。你有济恩典，阮无法度一一来计算。总是圣经有教示阮，万物的终局已经近啦。圣经嘛教示阮，人人拢爱面对一个终局。面对这终局，阮心存敬畏。总是阮会通免有惊吓，因为阮已经知一项事，就是你为着阮所备办的，毋是消灭，是换新。伫结局中间，你已经为着阮开拓一个新的开始。伫所有结局的所在，有缘有对你来美好力量，要围绕伫阮的四周围，围绕伫你所救赎、你所听上帝你的儿女的身上。爸，阮的上帝，当你已经竞选阮诚做你的学生，也诚做你的儿女，你也通过你所竞选的使徒彼得来教示阮讲，万物的终局到的时阵，恁着自在节制来祈祷，恁彼此着切切相听，恁着爱做上帝温顺的好管家。当阮面对终局的时阵，互阮毋是伫惊吓中间，互阮会通专心注意伫遮个事，通好阮伫耶稣基督内面注意遮个事的时阵，阮就敢若抓着一支的锁匙，会通拍开终局的门，进入到伫新的天、新的地，经验你新的创造、你新的恩典。阮伫你面前，伫即个年底要迈向新的一冬的即个交接的时阵，阮要你恳求，恳求你赏赐圣神，继续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互阮行今年的终局，互阮行明年新的开始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Show me the